各位观众朋友，3月23是湄洲妈祖1003年的圣诞，也是乌面三马伫咱台湾得道598年的日子。为了庆祝这2位最受崇拜神明，特别制作这部妈祖的连续剧《三马再生》。在福建西北的山区，有一个神秘的山洞，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真侪神奇古怪的传说。这就是伫福建太宁县的玉花洞。天地至尊，孤灵圣地；天地至尊，孤灵圣地。天中地久，以世同心；天中地久，以世同心。天地至尊，孤灵圣地；地主用听圣命之事。我古代的君做着统神的角色。今年当南海琉球岛上，被一群岛上的人类跳下落吧，伊个冤魂高苦，微笑的悲惨，让我平民的大家前往琉球，让琉球岛上的人类全部消灭。为咱故族的子孙报仇，有听到无？地主遵命。这位被公认是东南海守护神的乌面三马，正在为琉球岛祈求风调雨顺的时阵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有一个强烈的感觉，好亲像有什么重大灾厄要来发生。乌面三马为着要了解琉球岛上的真相，派出对手中的神奇玉鞘，前往琉球，果然看到巨鲸来伫斩杀百姓。玉鞘赶转到三马的面前，化成人形，对三马报告着伊所看到的场面。使得嫉恶如仇的乌面三马忍无可忍，一时怒气冲天，收回玉鞘，要赶往琉球对付巨鲸了。三马射出玉鞘，击中千年躯壳，玉鞘去互弹一个去，滚一个到真远的所在，
化成人形，玉手也因此受伤了。三位，你唔要得嘅，3日后的误事，我一定会找你报仇。行。咱今仔日真救袂少人啊！你嘛真忝啊，咱转来去好啦。救人较要紧，来，咱来迄边看卖咧。来，行。乐仙护士昆心庄的庄主孔超，来到这个所在，发觉到昏迷不治的玉手。要开呢？哦，要紧。要开呢？欸，囡仔，你是安怎？囡仔，你是住伫倒位？恁老爸老母咧？你号做什么名呢？玉秀。啊？系咯，你要做玉秀已经失去记忆，孔庄主当做伊是一个孤儿，自然要将伊带转去抚养，也造成了两人一段感人的白囝之缘。地主孔超，恐求3万年，希望3万年会当保佑本庄的身体平安，五谷丰收。若受什么灾厄，会当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空枪，空枪。地质空超拜地3万年，月经讲是将有大灾厄。请问两位，唔知发生什么灾厄？老爷，老爷，溜溜，溜溜，小心哦，这个真好呢。夫人啊，我拄则看到3万显现啊。3万显现，这是什么代志？伊讲明日5时啊，琉球岛应该有灾厄啊。又讲有灾厄，是什么灾厄？我嘛唔知影。夫人啊，拄则3万哦，可能也有话还未讲煞，向看到恁来哦，全去淹走去。前几工啊，搭山帮地里尔，即摆是阁有什么灾厄要来啊？夫人啊，敢要是日本海贼？日本海贼？嗯。对，一定是日本海贼。老爷，咱紧倒来通知庄仔来啦。过来，3万显现哦，讲这几天可能有灾厄发生，真有可能是日本海贼咯，会来抢劫，大家等哦。紧问紧串串啊！大家镇定好，大家等。来，谢谢来。嗨咯嗨咯嗨咯！孔夫人拍断3马的话，孔超误解3马的意思，传错消息，叫大家转去关门串户，窗仔内躲避了这场海贼的打劫。原来居者的报复是摇动大地，造成一场的大地震。百姓因为门锁死，窗仔顶起来，要走袂离，造成厝倒人亡，一场惨不忍睹的情景。别搞了啦！这拢是我讲错罪过啦，拢是我的唔对啦，别搞咧！孔超一时的误解，造成百姓也对3马的怨恨。你哪会甲我讲这个消息啊？就是安尼，就是3马流流在安尼咧。
三飞，琉球岛上众生多谈，也是天意。可是你王国成家，涉漏天机，触犯天条，相等的罪过，你可知罪？地主治罪。但情带念你咱师道的缘分，也体谅你有悲天悯人的心。本座属于执行大法，度你转世人间，投胎转世，唔免让你落入轮回。谢天妃娘娘。本座要让你转入人间，必须要用善去恶，以善感化人性，也就是以善制恶，救世救民。第二，以你的罪孽应该回到人间，重新好好修炼，负起着人类所有过失，来赎着你的罪过，同时也会当净化你的心灵，来提升你的信心。安尼，你才会当搁再转去天界，也若无永乐轮回。地主铭记，感谢天妃娘娘法力。去吗？互你转世去你前世的所在。为何你变心无天命？在福建省金湖边，有一位安贫乐道、挂德顺为生的陈空丁。害我吃老吃拖老命，在拖老命哎！安怎？嘘！哦！行行行！金丹好招命，人讲好囝歹囝拢是囝，大埔查某嘛拢爱听。毋是我空顶咧无拍拼，是阮厝内咧老茶爸咧袂生囝。害我吃老吃拖老命，拖老命空顶咧无打拼，是阮无伫咧袂生囝，害我吃老吃拖老命，拖老命哦，袂歹，哇，今仔早起，孙仔阁生啊多啦，哈哈哈。这竹啊，可无通甲偌好，也孙啊，阁生啊多。人讲歹竹出好笋啊，奇怪，孙啊都会生囝，怎阮某哪会袂生囝咧？嘿，哇！哇靠！你是啥货啊？这个鬼发光，你创啥？看嘛。
拄则明明发光出来，咁样我目睭伫咧，过又伫咧喐。这内面一定有金银财宝。我讲阿丁，运气来啊！我点要发财啊！我点要发财啊！我发财啊！我发财啊！山空顶的老潘文英，为着要生一个囝，只有来到在甘露寺的所在，求神托祖。你着爱甲阮保庇哦，紧互我生一个后生，通我传阮的后事啦。好姐，都香啊！少年，小等，你敢捌哩？无多，上少嘛捌28个28字。啊，哪会遐尼拄好？这张签诗嘛拄28字。少年啊，少年啊，啊你哪会讲啊遐尼准啦？真准。哎呦，拜托个啦，拜托莫安尼啦，甲我看一个啦，拜托个啦。请问你是不是要求囝？啊，对！哎呦，也煞唔知阮这死老狗，也嫌讲哦，我敢若屯母啦，也无法度家生甲一只鸟鼠啊加抓啦。叫我是惊讲哦，伊会将我袂生做借题，去外面黑白甲我拍，黑白找查某，所以我毋才来遮抽签。啊你哪会知我要来遮求囝？你是遐共相命哦？我毋是相命，也毋过这签诗顶头咧讲，会生无一定会有囝，袂生嘛无一定会无囝。有囝无囝是天注定，死到自有子孙福。会生嘛无一定会有囝，也袂生嘛无一定会无囝。啊无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我是要问你讲，我到底是会生啊袂生？你甲我讲啊！你讲啊，我听无啦。枪是安尼讲的啊，我嘛毋知。也毋知你著规矩讲毋知，也拄念甲一大堆，佮袂配讲起假破甲地抓咯。在下过时。早你著爱过时啊啦。施主啊，你若想要求一个后生，倒转去吼，会记得摸一个神条咧，哈。多谢啊，多谢。哈，多谢。会生嘛无一定会有囝，也袂生嘛无一定会。无一定会有囝，啊袂生嘛无一定会有囝。哎呦，我这是摸会着啊！
哎呦，安尼我危险的，拜托你哦，你着紧互我生哦。佛祖啊，你着保庇哦，保庇紧互我生一个查甫的哦。佛祖啊，你爱保庇，你紧互我生一个查甫的哦。佛祖啊，你着爱保庇哦。喂，保庇紧我。安尼敢有好笑？要无还是你莫送的哦。佛祖啊，你着爱保庇哦，保庇紧互我生一个查甫的哦。佛祖啊，你着爱保庇哦。生嘛无一定会有囝，也袂生嘛无一定会无囝，会生嘛无一定会有囝。哎呦，也无敢会阮你这死老狗去外面甲18个查某生囝，啊！恁祖妈当伊哪会调？你等下改变。早起半暝，路顶真稀微。阿英啊，英啊，阿英啊，起来，恭喜啊！好康的，起来看，好康。当我就是哪什么好康的？这孙仔啦，我是去钓老狗哟，安怎啦？你来我看卖咧啦，你老表报啥啦？好啦，你看你等着你，别欢喜啦。拿一颗竹竿啊，那你啊，我稀啊死啊！听我讲啦，这物不是普通的竹竿啊啦，较像呀，你我讲安尼，啊，我实在有影，你叫死嘞，啊，就讲不错，啊，我是花魔鬼，哎呀！为何你变心无定定？各位观众朋友，三马再生自第2集片头前开始，要向各位介绍1分钟福建风情话，带大家斗阵来去看福建省一寡真奇怪的民情风俗。各位观众，我就是文英，我即马徛伫这个所在，就是大陆福建省太宜县金毛的甘露寺。但是这间庙吼，已经有几落百年的历史。有听传说伫咧讲，这间庙啊，较早在这个宋朝的时阵，有一位叫做叶祖合，伊要去赴考的时阵，因老母下愿，福因囝来当顺序考到状元，伊就要带这个所在，家起一间庙寺。恁注意来看这间庙，有足多的特色，就是将迄个叶来家起这间庙的形。你注意甲看迄个下面，有一个木去甲吐掉的。抑搁再吼，上第趣味的，就是讲啥物呢？讲若是迄个少年人袂死，足爱囝的来遐吼，甲某已经标迄个大条，讲保证你一定生的。若是有这观众朋友，恁足爱囝袂生的，若有到这个大陆，你就来遮甲伊摸看卖，是讲足准的啦。但是哦，我毋敢甲你挂保证哦。